大家好啊，我係 AM 啊。話咁快呢，就係我嚟到新疆嘅第3日啦。咁尋日去咗肯斯亞特水庫同埋安澤海大峽谷。今日嘅行程呢，就係去一位內地著名主持薩貝寧講過，而且喺網絡好火嘅一句話嘅地方。嗰句話就係賽里木湖都冇去過白活啦。冇錯，今日嘅行程就係賽里木湖，被譽為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之後再經過果子溝，最後去伊寧市。今日都係酒店包早餐啊！食完早餐呢，直接由酒店出發。今日我會由虧屯市經連霍高速去賽里木湖景區。咁整段距離呢有300幾公里，大約需要3個半鐘。提提大家，沿途有5個服務區，可以根據翻自己車嘅剩低嘅油量去決定喺邊個加油站入滿一次油。因為賽里木湖呢有自駕票買，144蚊人仔一位，24小時有效嘅。咁就可以安心想揸去邊都唔使擔心突然間冇油啦。咁以我租呢架坦克300為例啦，佢直頭有個預計目前油量呢，仲有幾多續航公里嘅。咁坦克300冇記錯入滿一次油，佢會顯示可以行到大概近600幾700公里。當日我距離賽里木湖呢，其實都仲有224公里嘅，但我已經駛咗入加油站度入油啦。因為我揸下車呢，收到個好消息啊，就係我民航局 UOM 申請嗰個賬號呢已經通過審批，即係提交埋無人機嘅資料呢，就可以解鎖禁飛，即係今日就可以用到無人機拍航拍片啦。話咁快呢，已經嚟到賽里木湖景區附近啦。我7月下旬去嘅時候呢，都見到好多地方呢都有工程喺度施緊工，感覺兜嚟兜去10幾分鐘呢，先去到遊客中心附近個停車場。咁唔知係咪因為越嚟越近個遊客中心啦，啲司機呢都開始左穿右插，所以轉彎嗰陣時呢要留意下附近有冇車。嚟到呢個位置呢已經好近遊客中心，而呢度呢睇落去呢有好多支天秤，睇嚟呢有個大項目進行緊。下次有機會再嚟嘅時候呢，可能又有另一番景象啦。好啦，已經到咗遊客中心出面個停車場嘅位置。記得有轉完之後呢，要睇睇左手邊度有車位。咁你見到有車位呢，就轉入去泊車。如果你有轉完，繼續一路向前行呢，就會係景區個驗票閘口。一去冇回頭啊，因為真係塞到爆。但由於港澳人士呢，冇得喺手機程式度買飛啊，所以一定要落車去遊客中心售票處買。所以記得要泊好車先，停好車呢，就可以行過去遊客中心度啦。就係呢棟嘢。咁前面呢都有個公共廁所，入景區之前呢，有需要可以去咗先。咁就由正門呢度入去地下售票處。當有好多領隊嗰啲喺度買飛啊，一個人拎住一堆身份證喺度買飛，我都排咗成半個鐘左右。我都順手喺呢度間麥當勞買咗個套餐返上車度食。呢個就係官方嘅景區地圖啦，佢都有區間車嘅環迴路線。咁因為搞埋所有嘢呢，都已經2點半。加埋上車之後呢，再排隊入園區，入到去都3點幾啦。所以今次嘅路線主要喺南邊，北邊嘅位呢，留返下次有機會我再見識下。好啦，上車去驗票閘口排隊入園區啦。當時呢，都相當多車排隊等入園區。咁我都趁呢段時間呢，去食埋我啱啱買嗰個麥當勞餐。驗完票就可以直接向賽里木湖方向直接開過去。到湖邊之後呢，車路就會收窄咗，但佢每一段距離呢，都會有靠邊停嘅位置呢，俾有需要嘅人落車影相嘅。右手邊呢，就係個大草原。上返車之後呢，我再向北門開前多少少就掉頭啦，因為今次唔打算行北門嗰邊嗰啲路線啊，咁掉頭行南門嗰邊路線。掉完頭呢，而家就係向緊月亮灣嗰度去緊。咁開到嚟地圖標示月亮灣嗰個位置，咁就停好車落去行下。咁嚟到行幾步呢，就好快到湖邊啦。離遠望到呢邊有條水柱衝天飛，就好奇行過去睇下。而呢邊呢，都有好大個平台空間可以企。原來係叫喊泉啊，即係你叫得越大聲，佢就衝得越高。不過呢個係收費項目嚟嘅，要俾錢。如果你壓力大嘅情況下，可以玩下。就咁聽落去，呢個小朋友應該係幾大壓力下。之後就上返車啦，繼續開到三台古驛嗰個位置落車。咁呢個位置呢，車路嚟個湖呢嘅距離都相當之遠啊。慢慢行，一來一回呢，都大概要15分鐘腳程左右。
真係唔近噶。咁提提大家啦，行去湖嘅呢個大平原呢，沿路都好多蟋蟀跳嚟跳去。如果嗰個位置有蟋蟀呢，一般嚟講呢，你一行埋去呢，佢哋就會跳開嘅。但有時呢，都會感覺到佢哋好似撞咗落你隻腳咁。嚟到賽里木湖湖邊呢個位置呢，望落去啲水真係好清澈，加埋當日呢，有少少風吹埋嚟，俾我嘅感覺呢係好舒服同好放鬆。換個視角，呢個位置由車度望向賽里木湖呢個感覺都好到位，十分之靚。同埋呢段路呢，佢沿路都有可以靠邊停車嘅位置，所以如果開到邊呢，覺得嗰個位置靚呢，隨時可以停車就可以落車影靚相，十分之方便。難得今日解鎖咗部航拍機，即刻帶大家由高位感受一下賽里木湖，去片。咁而家已經由東門差唔多開到南門啦。今趟賽里木湖南門路段呢已經嚟到尾聲，之後我會由南門開出園區，再向下一個目的地果子溝出發。咁喺南門去果子溝呢，咁就大概10分鐘，佢哋之間個距離好近嘅啫。話咁快呢，就揾到個車位泊好車啦，但我見到幾多人啊，而且感覺呢個景呢，用航拍去呈現個效果會好啲。所以最後我決定由航拍機去俯瞰呢個果子溝。好啦，最後呢，就由果子溝揸車去伊靈市，咁大約車程需要1個鐘頭零45分鐘。當晚嘅晚餐呢，我都喺酒店附近揾咗一間叫臘八香串串火鍋，咁都係1人1鍋嗰啲玩法，咁按串數去計錢嘅。好啦，今日行程就到呢度啦，接住落嚟呢，就係景區點評時間。同新疆之旅第一集一樣啦，都係有5個方面去評分嘅，分別係交通、景觀、體驗、設施同性價比。首先係交通啦，我會俾4分。以我當日自駕票為例啦，景區內呢，佢全程都係自己想去邊呢，就自己揸過去。咁佢沿住湖邊呢，都設置咗幾多停車位，俾大家隨時可以停好車落車影相。而路線指示呢，都係清晰嘅，可以選擇定一個方向就可以輕輕鬆鬆咁環迴一圈。第二，景觀方面呢，我會俾4分。咁7月份嘅賽里木湖呢，都仲可以見到好清澈蔚藍嘅湖水，而且景區內大部分位置呢都俾到好廣闊嘅視覺你去感受到成個湖究竟大得有幾誇張，入目嘅感覺呢都係十分之舒服嘅。第三，體驗方面呢，我會俾3分。雖然呢個景區呢主要都係睇個湖啦，但除咗個湖之外呢，都冇其他值得我哇一聲嘅感覺。第四，設施方面呢，我都係會俾3分嘅。景區內呢，其實大部分位置呢都有整咗啲人造嘅木板路啦，方便大家行之餘，盡量唔好同個景觀產生違和感。呢點都值得讚一下嘅。除此之外，當日景區內呢，我都好似唔太覺眼見到有廁所，只係喺遊客中心嗰陣時見到嗰個。如果入到去有需要點搞呢？不過可能係我冇需要，所以冇留意到啦。如果知道嘅朋友仔呢，都可以喺留言區度補充一下嘅。最後性價比方面呢，我會俾3.5分。咁今次我買景區門票加自駕票呢，套票咁買呢，就144蚊人民幣一位，咁自由性呢就會高啲。咁呢個價呢就不過不失啦，因為自駕都需要用油，最後呢個費用呢都係由景區嘅一個隱性成本嚟噶嘛。整體而言，對於賽里木湖嘅評分呢，我會俾3.5分。而聽日嘅行程主要係喺伊靈市市區裏邊辦理邊防證，同埋去地標六星街逛逛。
咁今條片就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我今條片呢，就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覺得有興趣嘅朋友仔去支持一下我啦。同埋記得 subscribe 同撳埋個鐘仔，下次一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